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号 M 新闻》，我是嘉豪。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北市长选举正激烈，这三卡都伫今仔暗时拢举办选情之夜，另外家人的选战哪里拢拍总统牌来求选票，帮助民众回乡投票，这代替高铁拢加开车帮。另外客运的优惠票也比平常时加贵1倍。南万外面的南韩拖拉机司机罢工，影响到全国的轿车，还佫石化产业。总统威胁呛讲要用强制开工令。讲到明仔载就即要进行这9合1大选咯，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再去继续伫咧扫街拜票。若讲到今暗时的选战之夜，总统蔡英文也佫行政院长苏贞昌，甚至是前副总统陈建仁，拢要帮助陈市长徛台。外界也正好奇讲，这前民党主席宋楚瑜敢出现伫咧这选情之夜替黄珊珊徛台咧？不过黄珊珊本人却是无直接回应。选前村最后一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透早继续车队扫街，也向市民保证，家己是有执行力、有包容力的市长，希望民众赶紧去投票、催票，加速伊的后盾。包括黄前副市长在选举过程所提出好的政见，未来我会做，也会把它做好。包括柯市长在任内他所推出好的政策，未来台北市政府也一定会把它延续。陈忠先生提出好的政见，未来我们也都会纳入参考。选前之夜造势活动，另外陈市长部分，包含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行政长苏贞昌、身兼竞总指挥的前副总统陈建仁，拢要出来力挺，营造支持者的士气。民进党主席郭文泰早起也陪黄珊珊车队扫街拜票。选前之夜，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甚至出现黄珊珊维修加保留。选前之夜，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是以伟大的市民作为主角，所以今天大家会在我们的会场里面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珊珊的好朋友，那任何人我们都会去支持他们的支持，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场内的人，而是广大的台北市民。民进党不管从党的中央，或是从政府现在相关的院长，对我都非常的支持。他们希望台湾好，那希望我能够出来，能够当选，世界能够看到台北，台北的能见度越高，那台湾的安全性就会更好。那赢蒋万安选前之夜，国民党发动加急动员，有过超过4万人参加。蒋万安强调，真侪人问选前之夜会邀请什么大咖，伊认为每一位来参加的市民朋友都是上大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家人的选情，总统蔡英文是连续向高起到家人，帮民进党的候选人蔡适应徛台，发出讲这支持蔡适应，就是互蔡英文更加好做代志。来讲到国民党的谢国娘，伊是请出前总统马英九做回来拜票。落尾阶段斗邮票、催票，家人的选情是咬甲真严。总统蔡英文连续2天替蔡适应来徛台，表示讲，伫市长林佑昌的带领之下，家人已经改头换面，交互蔡适应和少年人未来伫家人更较有感觉。无论当朝是细汉囡仔的照顾，中央会出资源，发出支持蔡适应，都是互蔡英文更较好做代志。基隆捷运串联内湖科技园区以及北五堵研发新市镇，所以因未来被重要的投资就是在北五堵这个地方。大家讲好不好？好。中央负责给资源，但是做得好不好，地方很重要。所以我相信我们蔡适应一定是会做得非常的好，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大家讲好不好？好。我们明天一定会迎接胜利。国民党的陈国良嘛拍出总统牌，和前总统马英九合体，发出胜利在手。除了做伙合体扫街，要推出在地票，佮讲选战上尾，各阵营卖出怪招，甲大家嘛是抢个真厉害。我没有特别指是哪一个候选人或哪一个政党，但我认为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这样子的义务，让我们基隆跟让台湾的民主更加的稳定跟安定。大家拢甲战线是有关变做总统级的，互家人的选战变甲更较强。选战最后一里路，候选人要推出上侪的选票来支持，家人上执政，结果26投票了就知。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咱来看到新竹市区这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仔日去甲新会洪府选，针对着新竹市内出现一台替蒋万安也有高虹安邮票的宣传车，也引起大家伫咧要讲这南北合作的气泡效应敢出现啊。国民党的林经灵是反击讲，选举后部一直出，相信这市民是有目睭的。也若这民众党的高虹安今仔日伫面册顶头公布美国博士论文的审查批信，确认讲是无不当行为。不过主席会表示，迄是施行那天10月20绘本，主席会是10月25向学校反映侵权，目前是还未收到校方的回应。沈慧虹，加油！选前前一天，新任民进党主席蔡文总统、民进党党团总召郭建明，经新竹市长林志坚摆几摆，就听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虹号召支持者心头列后顶电话邮票股票，在1月1日赢得胜利。把这个城市的进步跟光荣告诉大家，自己家里有这样的进步，有这样的需要守护，去帮沈慧虹一人拉5票，一人拉10票。你跟人动手。郭天爷拼选前，暗过伫新竹市所出现一台大型宣传车，送求集中选票到福乐区。落给民进党那被合气泡效应，国民党林经前搁一摆回击。一路走来，选举奥博百出。今天我到城隍爷面前，都城隍爷面前，我也拜托都城隍爷要主持公道，还给市民一个清白。高虹安办公室回应，宣传车毋是因为暗过新会红呛声，若无人出钱，为什么宣传车会出来呢？国指比蒋万安、高虹安有一人讲白惨，加是博士论文疑似抄袭的高虹安，结果正式公开美国博士论文审查批，强调无问题。由美国大学来认证我的博士论文是没有任何研究不当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回应了过去外界在从9月底开始持续的对本人的博士论文有这个抄袭的这样的一个指控。高虹安表示，博士论文通过审查，暗过主席会发声明强调，高虹安的批是辛辛那提大学10月20日绘本，主席会是10月25向学校表达侵权事实，到即马还未收到回应。高虹安表示，律师拢在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要进行9合1选举咯，有真侪民众会回乡投票。这代替加强加开50个车帮，高铁也开52帮。另外，这国公客运今日表示，讲这有卖票卖比平常时是搁较好，加买1倍。若准人若伤过济，也会加开车帮。也来讲到这天气的部分呢，拜六方面会较足，天气比较稳定，民众会当趁好天的时阵赶紧去投票。来看选举进前的台北转运站，还未到下班下课的时间，已经出现一堆要回去家乡投票的人。你要回去若无先买票，敢若会当伫现场慢慢啊等保位。因为我现在是学生，所以就是刚好下课吃完饭就过来排了，一阵子感觉是比平常还要久一点。我觉得比平常多，平常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排队。拜五暗时已经渐渐出现第一波要回去家乡投票的人，暗投票日迄天的早起，人会到上侪。根据国公客运的统计，以有售票的角度来看，平常时买位大约是2成5，但是25可能会到4成6。但是这拢无包括现场买票和保位的民众。为着疏运，各道客运的业者是开始管制票价和调机关车。我们也协调部分车辆，部分车站的话，必须要调那个支援车出来。好，那我们也准备几辆的一个支援车来因应各路线的一个人潮的一个出现。对了，客运业者是调支援车的阴影，高铁嘛伫25到28选举的期间加开52班的列次，代替对拜五开始到拜日嘛加开50班车。到今仔早起9点，全线对号列车已经卖要5成7，各民众因为烦恼买无车票，搁请假半工提早来坐车。有特地为了选举，然后有提早请假回家。因为一方面是返花莲的车票比较难买，那所以就提早就是订比较早一点的车班。也是特地提早请假想说回家。对，然后这次的车票比较好订。中央气象局讲，拜六方面的减少，降雨嘛减少，气温嘛愈来愈温暖，民众会当把握好天气出门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把握最后的时间催票，各政党的候选人拢在阴暗举行造势晚会，警方也出动7000名警力维持治安。敢若伫新北市就投入超过800人，也因为那力量的党因的活动地点计无到300公尺，警方严守戒备，避免发生冲突。警力集合部署前往会场维安，因为选前之夜一日举行。8
握最后吹票，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25伫邦桥新府路封路造势，不过差较无300公尺。邦桥第一运动场前，就是对手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造势暗会现场。哪连两大党伫架场，就惊发生冲突，警方出动超过800个警力伫戒备。晚上下班时间又有新北耶诞城的一个活动，所以人流交通一定会交织在一起。对这个交通以及对安全的一个管制部分，要特别注意加强。那连两场造势，各加附近邦桥耶诞城，预估会有超过3万人入来。除了有新北市警方、中央的保安警力嘛来支援。为全国来看，各地选前日夜拢总有派7000个警力投入选举维安。若要维护治安，亲像伫双北，原来有警力介护协助护送选票，只是选前敏感时阵，阁有地下赌盘，互人查到。警方循线追查到中部的郑姓男子，以及北部的赖姓男子涉嫌开立选举赌盘，分别于11月21日及24日持搜索票、查缉区等到案。警方选举前一天全力动员追查，因为县市长候选人拢是落注的目标，背落甲量票数等等资讯真清楚，恐惊影响选情。警方积极伫查赌盘，也备战选前夜，希望选前之夜会当平和顺利落幕。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国际新闻，无到半年时间，南韩的托拉古司机搁再发起大罢工，因要求讲，因官爱保障因有基本薪水，但有25000名司机对拜四开始罢工，连带影响到南韩的轿车到石化产业。因的总统尹锡悦即马也放调讲，要实行强制开工令，违反规定者上当爱关3年，或者是罚款票3000万。罢工司机大声喊口号，因主导的物流运输是推动南韩经济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拜四透早有未少货柜客车停伫路边，工会估计差不多有2万外的客车司机参加罢工。더이상주급과고통을연료삼아 화물차를因为燃料成本一直起，客车司机要求南韩政府将原定年底到期的安全货运运费机制，也就是最低薪资保障改造永久制度。不过官方敢若承诺搁延长3年，双方协商破裂。面对又搁罢工，南韩总统尹锡悦态度强硬，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替国家供应链做威胁是非法，而且互人无法度接受。尹锡悦放调讲，考虑用强制开工令，违反规定会互人处最高3年徒刑，也是有3000万韩元的罚金。 일방적으로 강행되는 화물연대의 집단 운송 거부는 국가 경제를 볼모로 정당성과 명분이 모두 없는 매우 이기적인 행동이라고 하지 않을 수 없습니다. 这届罢工离顶届较无半年，今年6月，南韩客车司机也要进行8天的罢工。迄个时阵，包括晶片、石化甲汽车产业拢受到冲击，地区交汇延误，甚至被迫减产，造成370多亿的代票损失。后来政府让步，罢工才结束。不过，这届当局放调讲对非法罢工行动已经无法度去吞论。 烦恼罢工的也有拜登政府，美国上大的铁路工会进前投票否决劳资双方9月所达成的协议，可能要伫年底发动大罢工。到时阵铁路交通或者规个拢停，会冻结将近30%的美国货运量，一天的经济损失都达到20亿美金，而且会互通货膨胀搁再压悬。伫这个同时，英国的护理人员也想要伫后个月罢工，因伫疫情期间工作的压力增加，即马搁因为2位数的通货膨胀真悬。 面临趁无够用，所以决定罢工2天，要求加薪。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已经满9个月，第三个在发动这个大规模攻击，发射70粒飞弹加各路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地区因全国的这个核电厂，还有大部分的这个火力、水力发电厂拢是无法度运作，连寒天所需要的烧气加水资源，同款受到攻击。连病院医生要开刀，说是无电火，就要用手电来照顾。 开到房内底，暗民帮就做手揢着手电啊，帮助医生照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滿9個月，第三個一屆大規模攻擊，發射70粒的飛彈加5隻無人機，攻擊烏克蘭的基礎設施。雖然俄軍加51粒拍落來，有關予全國所有核電廠甲真濟火力、水力發電廠暫停營運。支付一間便宜的紅額新增手術，就佇暗暝夢的狀況完成。第日時要用電辦公的人，愛到特定大樓的辦公室內底用發電機供電處理公務。暗頭以後，民眾上行路愛早抽電啊，行路嘛只有往來車輛車頂在馬路正做一道停留。根據美國太空總署 NASA 衛星圖顯示，烏克蘭為11月開始，大部分地區攏是黑暗暝的過日，就連冬季需要的暖氣加強水設施嘛受到攻擊影響，民眾愛排隊為緊個寶棚內底溪水生活。На декілька днів хочемо набрати, щоб пити. А такої в крані зовсім немає з вечора. Так що чекаємо вже. Може дадуть, да, хоч холодно. Так що трошки сумно. 烏克蘭能源部門表示，俄軍這一波的攻擊造成包括一名19歲的查某囡仔，至少10個人死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講，電力會盡量在當地日時陸續完成搶修。已經和俄軍撤退回來，赫爾松地區有關繼續受到攻擊，日時有真濟過去平安的徛街區受到真濟飛彈的攻擊，造成至少5個人死亡，還有真濟人受傷送病院。國際新聞台上朋友。來看馬來西亞因在頂禮拜六投票，安華領導的希望聯盟正做國會上大黨，不過無任何一個政黨聯盟在國會席次有過半。馬來西亞的元首蘇丹阿布都拉昨是正式任命安華正做總理，政局總算穩定。即馬已經是75歲，安華伊是宣布講，未來領薪水也強調會掠貪官污吏拼經濟。經過25年的拍拼，也甲2屆入監獄，攏總9年的監獄生活。自稱反對黨領袖安華伊布拉辛，而是佇國家元首蘇丹阿布都拉面頭前宣誓就職，是馬來西亞第10任首相。安華所領導的希望聯盟，這屆大選摕到82席，前首相慕尤丁的國民聯盟摕到73席，雙方攏無達到國會總席次222席超過一半目標，必須籌組聯合政府。不過一寡政治領袖的個人甲意識形態意見差正濟。到尾也是由元首阿布都拉出面，甲各政黨領導人調集來王宮，促成希望聯盟甲國民陣線以及沙勞越政黨聯盟組成聯合政府。現年75歲的安華，佇召集記者會宣布首相的薪水以1仙錢的買領，承諾要打擊貪腐，也加專心救經濟。安華領導的希望聯盟勝選的主要原因是有得到少年族群、都市地區也加非馬來裔，特別是華裔選民甲鬥相挺。因對安華提出的馬來西亞愛行出保護國家、大大推行改革，真有感覺甲認同。Malaysia is more than 6 decades old. Every Malaysian,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religious belief, or region, particularly Sabah and Sarawak, should be left to feel that they are ignored in any way. None should be marginalized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不過因為政黨中間的仇恨正深，也加新冠疫情引起的經濟變歹，安華想要將馬來西亞帶向更加多元、甲包容的目標，難度恐驚未實。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伫6月做出甲保護拍台權否決掉的判決。法國做派陣營也煩惱婦女的權益會親像美國共款開始退步，就趕緊提出拍體入境法的主張。這項提案是伫國民議會以337票贊成、32票反對通過草案。法國女性自1974年法案通過了後，就合法的提囡仔權利。了後，這項法律修訂過真濟擺，上新一擺修訂是伫今年2月，將提囡仔法定期限由有薪12禮拜延長到14禮拜。今年6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2項支持提囡仔權的歷史性判決了後，法國左派陣營議員感覺有必要讓提囡仔權入憲，進一步向國會提出相關草案。國民議會議事進行投票，總數577席當中，337人投贊成票，32票反對，18人棄權。共同提案前之日，基左派不屈法國的議員拍爛，走出議場歡喜獲勝利，佮將這場投票獻予議員在奮鬥當中的匈牙利、波蘭、甲美國婦女。C'est une victoire historique
qui est d'abord et avant tout permis par la mobilisation de citoyennes et citoyens, d'associations, de collectifs. Et la France, si nous votons bien le texte tout à l'heure, puisque grâce à cela nous avons fait tomber l'ensemble des amendements d'obstruction, la France serait alors le premier pays au monde à inscrire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dans sa constitution. 案件还阁伫参议院投票通过，右派共和党所掌控的参议院9月才拒绝同款的提案，理由是提囡仔权伫法国无互人变更的可能，所以无需要采取这项措施。司法部长莫雷蒂表示，伊希望部分参议员应改变心意，互法案伫多数支持情形之下过关。民调显示，超过8成法国人支持提囡仔权，立宪的主张也得到大多数受访者的支持。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这个选举伫要到回选掠真严，伫中华就查到一个村长候选人，伊就甲这大张的藏伫咧树讲内面，甲选民买票。伫台中也有里长候选人，互这亲戚朋友一寡好处，叫因着爱甲这户口刷来到遮，再甲票投互伊。另外，伫宜兰也有传出镇长候选人贿选。将1000块卷起来放伫树讲内底，这竟然真做上新的贿选手法。中华地检署查到站尾乡这县区的村长候选人，以每一票1000块向选民贿选，佮将钱藏伫树讲内底，检方信后以违反选罢法申请羁押标准。贿选的现金以藏放于吸管之方式向选民行贿，而要求选民为投票权一定之行使，涉犯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理由及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中市刑大告选民登记在案的户籍地所在，结果发现是杜宗锡，根本无法度带人。台中市中区一个姓林的里长候选人，涉嫌用林长的职务，利用亲友假释所以户籍，俗称幽灵人口。台中地检署认定，伊涉犯选罢法甲刑法，而且可能串证，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林姓里长候选人经检察官讯后，认为其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投票行贿罪，以及刑法虚伪迁移户籍、取得投票权、投票未遂罪，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我们一切都交给司法，因为我们相信司法会还给林里长一个公道。宜兰头城镇有一名姓林的镇长候选人，互检警查到，交几啊万号条卡，以每票500-1000块来买票。宜兰地检署以伊涉犯选罢法申请羁押。宜兰地县有抵30万交保，各限制住机。女性被告呢被指控那个买票哈，那经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本院在讯问被告后，认为这个犯刑重大。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准予交保新台币30万元，并限制住居。选前最后一天，一直传出贿选加幽灵人口案，检警人员依法严办，希望前发选方维护选举公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选举真特别，不管是做几落届的老议员，或者是这初出来选的议员候选人，今嘛拢发出讲无分党派就爱抢救的口号。有学者认为讲，这是为着要顾家己的基本盘，啥人票数侪排伫头前，啥人就当选，无人想要做落选头。抢救最危险一席，黄文义，我一定要摕这张，我再讲一遍，抢救。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替共党议员黄文义甲选民催票，卖互伊高票落选。拜托大家拢讲你稳的。哎，敢有讲要投互我？啊，无讲咧，安尼我有够危险的咧。当然，7连霸的国民党籍副议长陆淑美嘛拍片提醒选民，莫想讲伊选前稳都无投票。无党籍的黄捷、时代力量的林有凯嘛爱选民坚定投票。选前最后一天，高雄无分党派，差不多每一个议员候选人拢化选前危急。高雄哪亲像逼近的城市。对已经认识这个候选人的、有好感的，希望巩固这些支持者，不要流失他的票，那这样还有机会一搏。
学者分析，为了催基本盘候选人票数在了后接冲，才会当有关得票数。因为等选举是以票数关价排名，毋是摕到固定票就当选。毋过票数关价嘛，都爱看投票率。游览车伫下晡4点了后陆续到高一带，这是回乡的专车，专门载学生囡仔等来投票。毋过实际坐车人数煞无亲像以前遐尼济。对投票的状况没有这么样的有信心，所以大家其实不会这么想要有强烈的想要回家投票。有投票就去投一下，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坐车人数比以前减少2成。高一带学生会研判是选情冷，也甲学生囡仔对游览车爱坐真久无爽快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特别进行9合1选举咯，中选会提醒讲，当天是会当宣传公投，毋过竞选活动的部分就袂当。若准方认定违法，可能会罚50万到500万。毋过有真权团体认为，这中选会明知影确诊者是无多出门的，却无提早做配套措施，可能有6万多人无多出门投票，呼吁确诊者会当申请暂时处分。毋过中选会也强调，一切拢是依法行政。以26、9合1大选国家公民和决定要举行，投票前中选会召开记者会，提醒注意的事项。除了袂使掠废选票，选举迄天会当宣传公投，毋过袂使有竞助选活动。民粹票头，若做伫反正12点后更新支持候选人，还是转分享，拢是触法。有检举就要依程序来进行认定。至于罚则的这个部分，罚款是50万以上，500万以下。中选会表示，这个选举用高规格防疫措施，不过因为确诊者无法度出外，一定有6万多人无法度投票，引起议论。人权团体认为，政府无变通做法，剥夺确诊者的投票权，显然完有轻视的意思。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紧急的人权事情，但是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可预期的。行政机关可以事先预防的一个作为，但是因为长期没有作为，所以造成明天可能会有将近5到7万的确诊者不能投票。不管是我们选务工作单位，或者是疫情的指挥中心，我们都是依法行政。若是是毋是有预估开票结束的时间？李进勇表示，第一线是今日的代志，今日做算，希望往这个方向全力加油。计票系统嘛，甲中华电信合作，已经进行过3届全国模拟演练，希望会当做到提供即时计票数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桃园市长是真竞争，民进党的郑文平由市长郑文灿做伴，伫咧扫街拜票。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陪张善政拜票。民众党内乡联甲部党籍的郑宝清也伫最后一天要来取票。行程摆正版，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文鹏由桃园市长郑文灿陪去，先伫咧北桃园竞选总部办好朋友们挺身而出记者会，所去进行车队扫街。伊讲会甲每一天拢当作选情最后一天努力，叫选民唔通互抹黑影响。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市民都知道，这是一场决定桃园未来的选举。我认为这张选票是投给桃园。那么，投给8年的进步。我这一次的选举虽然时间短，但是我们的靠山就是市民朋友的支持，跟郑文灿市长过去3000多天的努力。那我相信明天大家出来投票，我们就会赢，就会胜选。伊拉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张善政连续2天由主席朱立伦陪去进行车队扫街拜票。针对媒体问讲是毋是全力护办桃园，朱立伦讲是要全力保护台湾的民主，也对总统蔡英文伫咧8条造势暗批讲，国民党的抹黑手段正悍，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界线，伊对总统的讲法做回应。我想蔡总统昨天漏了一个字，就是对国民党的抹黑造谣已经到了罄竹难书、荒腔走板，已经可以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奥布大全》。100%有信心，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努力往前走，一步一脚印，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这次已经抹黑到无所不用其极哈！我这一路走来，非常非常深刻的感觉。无党籍郑宝清也是车队扫街。因为民众党的赖香玲一早起先到北德的台南市场行路拜票，伊讲伫咧拜票时阵有收到民众的定情，会一步一脚印替民众解决问题。
只有长期耕耘地方、了解地方的人，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对于很多市民的陈情或者是所托，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努力往前。同选前大家拢讲话，中间选民是关键。各党候选人会当讲是大家有信心，无人有把握。选前最后一天，拢用车队扫街做最后冲刺，希望摕到最后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同看线来看到新北市，这民进党候选人林佳龙再去和市机关候选人去到三重埔芦洲拜票，强调有信心机关伫议会会过半。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走去市场和选民拼感情，目标是要赢林佳龙30万票，要拼29区全部拢赢记录。已经扫声，又按把握每一遍扫街甲选民互动的机会。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2号早起回访三重埔芦洲，带市议员候选人催票。讲到选前最后一天，林佳龙以将士用命来拍选战，有信心一个市会席数会当过半。因故伊的对手侯友宜这边目标唔但是要大赢30万票，一个打算要秉持三重埔、芦洲、平南、石碇啊、孔仔寮5个行政区。每创29区全赢的纪录。他们好像在为可能开票开不好，在找借口。一下说要答应我们40万票，那一下就是说，又呢用另外的指标说要算这个双边的得票率。做了12年的市长、副市长，预算加倍，但是市政不但没有升格，还这个降级。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努力的拼建设，关怀每一个人。让新北市会更好，这是我的态度。侯友宜到市场人气正旺，继续争取选民的支持。因啊，新北的选战进前第二彩恩恩案件，恩恩的老爸希望大家用选票淘汰无信任的侯友宜。伊是不是参加林佳龙的选情之家？林佳龙是正保留。不断的伤害受害者，跟他的家人，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应该。出来投票，那帮忙恩恩爸爸，尊重，谢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长的选战，这国民党罗秀燕伫咧昨的催票暗会，有讲这市长若准换人做，老人健保补助，抑个生囝津贴可能会减少。民进党蔡其昌就讲，换伊来做相关补助，毋若袂减，颠倒会增加，伊也呼吁对手毋通乌白抹黑啊。摊主大摊价支持罗秀燕，好不好？选战最后关头，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罗秀燕，24号暗时来到摊主举办造势暗会，伊向支持者发话：台中老人健保为吴志强市长的时阵开始补助，后来换林佳龙当政了后去取消，一直到伊上任才恢复。罗秀燕讲，即个若是市长换人，老人健保补助加2万块的生育津贴，拢有可能去取消，呼吁乡亲集中选票，掌握台中的未来。市长议员若选唔到人，了是了恁的了民众的，对不对？对。也因此，我们要不要冒这个险？要。所以我们的生育津贴，起码得稳的年代，一个变2万，将来搞不好又再调回来，人行动上变1万哦。离投票无到24点钟，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25号早起是伫咧乌里甲雾峰车队扫街，伊强调家己已经讲了将近1000场的说明会，早就公开老人福利政策，包括老人健保的继续补助，增加敬老爱心卡使用的范围甲额度，而且提升关怀据点的预算。伊呼吁选举爱正面，对手无应该拒绝辩论会，干那只会向伫咧背后抹黑。我当选之后，健保不但补助，我的敬老爱心卡比卢市长的预算多1倍，来孝敬所有台中市65岁以上的老人家。讲了1000多遍，还要抹黑别人，这种市长就是这种候选人，就是败坏台中市选风的罪魁祸首。展出社会福利，争取长辈的支持。台中市长选战到最后的阶段，持续来交战。罗秀燕25号暗时7点，会伫咧北屯区关太原夜市举办选战之暝。蔡其昌暗时6点半是伫咧南屯的豪华官馆剧场举办造势暗会。记者台中报道。
这届教育的选举除了有哪力，也有其他政党推出候选人，亲像民众党呢，这届派出来参选的有90人，时代力量49个人，台湾基进有24个人。另外，也有一个是头一届以政党身份参选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也推出15人来参战。选前前一天，伫朋友合作关键之下，小民欧巴桑议员候选人骑起宣传车，温和向选民理性诉求，主打囡仔人权、亲子友善、路港权益等政见。市场也跑很多次，像我现在我就会听到他们说，我很认真，好，那常常看到你，然后说，哎呦，你过来啊，就甘心的呢，这样，那我觉得多几次就是会展现那个决心。甲传统政党拍选前不同，小民欧巴桑联盟因为资源有限，不慎竞选总部也无挂大型看板。第三势力媒体拿着时间胜出，拢需要拍一场无共款的选战，亲像时代力量的囝囝，用路炮来为市民检视路面问题，创意十足。我们在左营男子的人行道非常的破碎，因此呢，我就想到说，结合我最喜欢的兴趣就是跑步，来做一个人行道的健康检查。我自己的服务处就设在市场，那也是一个交通的一个要点，所以当初的想法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勤快的出现在民众面前。进行得到连电任副党处长自行成空中舞台品质真正的台湾基进党，在高雄机关候选人拍出起顶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聘这么多助理，所以我们就自己设计了10个人形立牌，然后陪我一起站路口。那民众就是看到10个人形立牌之后，再看到本人，他们就会觉得说，会心一笑，觉得蛮有趣的。高雄市选举合并18岁公民权修宪案公民法官，要伫11月2日投票，郭定赢做最后饼场。这摆未招小党想要超过哪力，加做有影响力第三势力，包含民众党推出90人参选，时代力量有49人，台湾基进党也提出24人参战，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有15人来参选。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有一台 EZK 预警机，今日执行训练了后，要登屏东机场，却发生这训练机北道遇到涂骹意外，加载部发生危险。军方已经成立调查小组，目前在了解事故原因。空军第六混合连队一只E2K 型无经机，自5早起11点外训练了后，登去屏东机场的时阵，不明原因机拔降落，停伫草埔，好佳在5名机组人员全部平安无代志。后续我们会去了解，造成这次意外的一个原因。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最新的确定的讯息。那目前来讲，我们人员是安全的。空军强调，状况发生的时阵，相关人员处理适当，人员拢平安。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针对事故原因甲各种情形进行了解。人员是平安，那有关于机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原因以及后续的这些状况，我们还在了解当中。整个专案小组都还在了解整个发生的过程跟原因。是不是降落时阵起落机故障，才用机拔落地？空军表示，拢会等专案小组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海军有2只运补艇昨执行金门离岛运补任务，得回来半中途，其中一台编号1326艇，可能是在海涌伤过大，致使船舱遭水入去，规只船落尾是沉去，加在顶头5名官兵拢有救起来。海军运补艇是负责物资装备的运送，战争的时阵，阁会当装2台悍马车。执行登陆抢滩，但是相片顶悬这只编号1326的运补艇所传出伫金门外海沉落去。海军舰队指挥部表示讲，因为舰队登陆艇大队编号2239和1326的运补艇，日时伫做金门离岛运补任务，完成了后要返航的时阵，敢若是拄到大影，互船舱是入水，官兵一直排水，但是无效，5个人只好弃船。发现后即实施紧急排水应变处置，唯因进水量过大。腰拐180、1326艇于廖罗湾8海里处沉没，艇上5名官兵均安。海军舰队指挥部进一步表示，该艇经官兵紧急状况处置得宜，人员均无损伤。
南指部表示讲，拢无人受伤，2只船11个官兵已经接过来，但是这件代志嘛是引起总统府真大的关注。总统府指出，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时间已经报告总统蔡英文，专案小组马上调查，初判是海上状况无好，但是同一天，中国福建省放出对台新政策，定福建省的海上搜查救助条例，加强和台湾地区海上搜救机构的交流和合作，是好也是统战，引起关心。怎么去试着说去同时顾到我们这边的主权？那再加上说可以在这种实时的这种信心建立以及这种联合搜救的机制上面，可以想尽办法再有一些合作，不论是中国或周边国家，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也需要再考量，然后再试着推进的。我过去伫金门、厦门有海上联合搜救演练，但是因为关系愈来愈歹，中方停办。即马中国想要组织海上搜救交流研讨和联合演练，学者警告，台湾是海岛国家，爱和边仔国家来做海上救助的演练，但是避免当入去中国内海化的陷阱。刘伟辉讲会国去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国有少年武功，毋过伫咱台湾呢有这西丽七砍。讲到西丽七砍，有影是真正勇。伫婚礼的这西丽七砍武术含西真正出名，为着要互这手工西头技艺会当传承落去，西丽七砍武术本教基金会就请老师傅入到校园内面，教这学生囡仔做西头，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跟西头配合每一个下部学生的动西表现，互在场老师傅看个真感动。因为学生所提表现的传统西头，拢是训练西丽安宁国小的学生，为念头部形、大金纸、甲牛皮纸，搁脱模彩绘上色，将他亲手来完成的。要贴第一层的金纸，然后晒干的时候要贴，我们贴7层的那个牛皮纸。石头可能是很容易做成的，没想到居然还要花那么多天的时间。平时我们原来也要立个就先贴做啦，即摆立了，咱再搁扣手，互因高纸安尼。70多岁钟正环师傅表示，虽然伊未好艰苦，但佫应将家己的西头制作技术教予这囡仔，所以透过西丽七砍武术文教基金会配合文化部计划，将制作传统西头课程带入校园。是把那个石头脱模，然后也亲自彩绘上色。那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很有成就感的表情，也很满足。他们在未来的几年，包括他们成年之后，都会有很深刻的这个记忆，也是我们希望这样撒下去的种子，将来有机会在台湾的地方能够改变。基金会表示，这摆文化体验计划为9月份开始，虽然一礼拜只摆1点钟课程，不过20多个囡仔第10节课了后，完成真水的纸做的西头，人看特别有意义。除了让囡仔更了解在地七砍阵头文化，也延续传统西头制作技艺传承。记者综合报道。秘鲁最近一直发生这动物大量死亡的情形，中部南部的安第斯地区，过去几个礼拜因为寒流致使这高山沙坡啊拢结冰，当地国宝动物羊道无物件通好食，上坡有500只活枵死。另外，伫海边啊也发现到5000多只已经死去的野生布地鹅。官方拜时表示，这布地鹅可能是感染到 H5N1 禽流感。一只游乐岛，三角村皮和骨头，倒在土骹看起来已经无命。秘鲁中部和南部的安第斯地区，最近气温是有够低，白色的草地是砍掉啊，游乐岛无草通食，拢枵死啊。En cada familia realmente está abortando a más de 40 alpacas. 居民讲，过去几礼拜至少有500只游乐岛枵死。游乐岛勇士协会嘛统计，今年以来，全秘鲁已经有25000只游乐岛因为寒流死亡。这3家呢，游乐岛互看了真唔甘，嘛烦恼刷落来，因的生活是要安怎？Estamos preocupados porque vivimos solamente nuestra alpaca, no tenemos otro ingreso y nuestra alpaca está muriendo más de la mitad ya. Y no sé cómo, con qué pasar la vida estamos. 放牧业这是要政府马上介入，宣布安第斯地区立即到紧急状态，提供援助，才会当互居民渡过难关。除了
优乐岛秘鲁的鸟仔嘛有危机，滨海地区的海沙部最近几礼拜都一直发现到死去的野生布袋鹅，加起来已经超过5000只。布袋鹅生病死亡有可能和禽流感有关系。官方人士证实，3只野生的布袋鹅已经喂到传染性和致死率都真悬的 H5N1，已经发布180天的健康警报，嘛提醒养殖业者爱加注意。公司新闻7万2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0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